市长韩国瑜拜日参加今年上尾一届模范出业学生翕相的活动，进前参加4届，3届拢有学生机关创立仓库，其中比有缘故，表达因的无欢喜。这届又有学生伫咧奖状边啊粘一张字条啊，顶面写讲着爱做好、做好满，也有人准备吊红啊，同款嘛是写做好做满爱高雄。下晡的活动常常改时间、改所在，引起一寡时代真无欢喜。 搁一届甲模范毕业生做伙翕相，韩国瑜笑甲真欢喜，想袂到刷落来伊就笑袂出来啊！查某学生手会摕奖状，奖状的两边搭家己做的纸条啊，顶会写做好做满，甲市长更替。想说换一个梗，才不会就是被人家说抄袭怎么样的。本来就是无代志啊，想袂到这个查某学生同款准备配件，顶会写做好做满爱高雄。 场面真正有小可歹看，韩国瑜好声好势甲伊讲，毋过对方毋肯煞，一直到随后过去，查某学生才离开。啊，同款的代志刷落，搁来一届，这个查某学生嘛摕防疫的单仔上台，敢若是咧叫市长卖袂记的市民的期待。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疫的动作。不是因为觉得这个防疫没有做好，可以更好。 韩国瑜参加今年上尾一届模范毕业生翕相的活动，爱进前参加4届，有3届互人抢，加上这回一声来3个学生，嘛互伊真感慨，讲卖搁互政治影响教育。不想把太多泛政治性的议题思维，这个羁绊住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，我觉得这样的不太妥。 那学生有意见，家长嘛真不满，因为昨下晡这场活动提早1点钟，互一部分的家长真生气。 体恤我们，因为下大雨的关系，他不应该临时更改时间。把手机的底信摕出来，翁妈妈临时接到通知，干那会当赶紧请假。讲进前市政府拢甲活动排伫拜六，啊，韩市府煞办伫上班日，互伊真不满。网络大家在开玩笑，都在说，因为韩市长假日要忙着去造势，所以没空。你可以看得到，我造完830以后，我的皱纹都出来了，看不出来。的确是我们付出很多的体力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同学们快乐跟开心。 希望家长莫阁生气，本来敢若是真单纯的甲学生翕相的活动尔，想袂到嘛会去目着政治记者综合报道。